2025年5月19號，香港霍家二少霍啟山以一單低調婚訊登上熱搜榜。同佢大哥霍啟剛同郭晶晶嗰場世紀婚禮唔同，呢場婚禮只請咗至親好友，但就因為新娘身份，郭晶晶做證婚人，朱玲玲送咗條價值2億嘅翡翠頸鏈等細節，引發全港熱議。更加令人震驚嘅係，新娘竟然係巴黎奧運會擊劍冠軍江文慧，一位同霍啟山媽咪朱玲玲好似餅印咁，學歷同成就都堪稱完美嘅女性。呢場婚禮背後究竟係家族聯姻嘅精心布局，定係霍啟山個人嘅情感選擇？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霍啟山同江文慧嘅婚禮喺2025年5月19號喺香港某個私人莊園舉行，現場只請咗雙方至親同少少密友，郭晶晶以證婚人身份現身。霍震霆含淚致辭，話呢場婚禮比起江嘅婚禮更加令我感動。而朱玲玲就送咗條價值2億嘅翡翠頸鏈俾新娘，引發外界對霍家厚此薄彼嘅猜測。婚禮現場，江文慧着住一條白色婚紗，同霍啟山並肩而立，氣質優雅。不過呢場低調婚禮嘅細節迅速被港媒曝光，從賓客名單到婚禮佈置，從郭晶晶嘅證婚詞到朱玲玲嘅豪禮，無一不成為全港熱議嘅焦點。更加令人疑惑嘅係，霍家官網對呢件事保持沉默，只通過郭晶晶工作室輕描淡寫咁回應，唔代傳祝福，進一步加劇咗外界嘅猜測。江文慧1994年喺香港出世，13歲開始學擊劍，15歲就奪得青少年世界冠軍，2024年巴黎奧運會女子重劍冠軍。不過佢嘅履歷遠不止咁簡單，斯坦福大學本科，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碩士，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，主業係法律女博士，副業係奧運冠軍。身高1米78，家境富裕，長相甜美，圈子乾淨，江文慧幾乎符合所有完美新娘嘅標準。佢每一步成長都好似精心雕琢嘅藝術品，無論係學術上嘅卓越成就，定係體育賽場上嘅輝煌戰績，都令人不禁為之讚嘆。喺擊劍領域，江文慧展現出咗超乎常人嘅天賦同毅力。從青少年時期嘅世界冠軍，到巴黎奧運會嘅巔峰對決，佢用自己嘅汗水同堅持書寫咗一段段傳奇。而佢嘅學術之路同樣令人矚目。斯坦福嘅本科教育為佢打下咗堅實嘅學術基礎，中國人民大學同香港中文大學嘅深造，令佢喺法律領域都取得咗唔俗嘅成就。咁嘅雙重背景，令江文慧喺眾多女性中脫穎而出，成為咗無數人心目中嘅女神。更加令人驚訝嘅係，江文慧同霍啟山媽咪朱玲玲嘅長相好似餅印咁，兩個人都係鵝蛋臉型，五官清秀，氣質溫婉。呢個細節被港媒捕捉到之後，迅速引發咗霍家選色標準嘅廣泛討論。有內部人士透露，霍啟山早年曾經公開表示，要揾到好似大嫂郭晶晶咁嘅太太，而江文慧嘅成就同氣質，似乎恰好符合呢個標準。佢唔止擁有出眾嘅外貌同才華，更加有顆低調、謙遜嘅心，呢點同霍家一直以來嘅家族形象不謀而合。隨着江文慧同霍啟山婚訊嘅傳出，外界對呢場婚姻嘅關注度達到咗前所未有嘅高度。有人稱讚呢係天作之合，認為江文慧嘅加入將為霍家帶來新嘅活力同光彩。亦有人對呢場婚姻表示質疑，認為江文慧嘅完美是否過於刻意，佢嘅成就同霍啟山嘅家族背景是否過於匹配。畢竟喺霍家咁嘅豪門望族中，婚姻往往唔止係兩個人嘅結合，更加係兩個家族、兩種利益嘅聯姻。更有甚者，將呢場婚姻同霍啟山前幾段戀情進行咗對比，從章子怡到斯洛伐克模特女友，再到何超蓮，霍啟山嘅每一段戀情都曾經引發過外界嘅廣泛關注。不過呢啲戀情最終都未能修成正果，令人不禁對霍啟山嘅婚姻觀產生咗猜測。而呢次同江文慧嘅婚訊，是否亦意味着霍家喺按照某種標準挑選新娘？呢種猜測同質疑，
無疑為呢場婚姻增添咗幾分神秘同爭議。然而，呢場婚姻嘅爭議並未因此平息。有網友質疑江文蔚嘅完美是否過於刻意？佢嘅成就同霍啟山嘅家族背景是否過於匹配？呢種質疑並非空穴來風，畢竟喺豪門婚姻中，門當戶對往往係一個重要嘅考量因素。更有甚者，將呢場婚姻同霍啟山前幾段戀情對比，指出霍家是否喺按照某種標準挑選新娘？呢種猜測同質疑，無疑令呢場婚姻更加引人注目，亦令外界對霍家嘅未來充滿咗期待同猜測。霍啟山嘅情感歷程一直係港媒關注嘅焦點。2004年，佢同章子怡喺摩納哥皇室晚宴上相識，隨後展開2年地下戀情。不過，呢段感情因為霍啟山奶奶嘅反對而告終。此後，霍啟山又同斯洛伐克模特女友訂婚，卻又因為奶奶再次反對而分手。2013年，佢追求賭王何鴻燊之女何超蓮未果，感情生活一度陷入低谷。近年來，霍啟山逐漸淡出公眾視線，專注於家族事業。不過，佢嘅單身狀態始終引發外界猜測。有內部人士透露，霍震霆對兒子嘅婚事開明，話後生仔應該有自己嘅選擇。不過，朱玲玲卻多次公開表示希望啟山早日結婚，甚至一度被拍到同霍啟山一同參加相親活動。呢次同江文蔚嘅婚訊，無疑打破咗霍啟山多年嘅單身狀態。不過，呢場婚姻嘅背後，究竟係霍啟山嘅個人選擇，定係家族嘅精心布局？有知情人士透露，霍啟山同江文蔚嘅相識源於巴黎奧運會期間霍家嘅觀戰活動。當時江文蔚奪冠之後，霍啟山同哥哥霍啟剛、爸爸霍震霆一同起身歡呼。呢個細節被港媒捕捉到之後，迅速引發咗霍家是否喺挑選新娘嘅猜測。據現場賓客透露，婚禮當天，霍啟山同江文蔚喺至親好友嘅見證下完成儀式。郭晶晶作為證婚人，發表咗感人至深嘅證婚詞，話啟山同文蔚嘅結合係霍家嘅榮幸。而霍震霆則在致辭中含淚表示，呢場婚禮比起江嘅婚禮更加令我感動，引發外界對霍家內部關係嘅猜測。朱玲玲嘅贈禮更加成為全場焦點，一條價值2億嘅翡翠頸鏈，不止彰顯咗霍家嘅財力，更加引發外界對霍家是否厚此薄彼嘅討論。有網友指出，霍啟剛同郭晶晶嘅婚禮總花費超過5000萬，而霍啟山嘅婚禮卻低調至極。呢個對比是否暗示霍家對兩位儀式嘅態度差異？不過，婚禮現場嘅細節卻透露出霍家嘅用心。從賓客名單到婚禮佈置，從郭晶晶嘅證婚詞到朱玲玲嘅豪禮，無一不彰顯霍家對呢場婚姻嘅重視。更加令人玩味嘅係，霍家官網對呢件事保持沉默，只通過郭晶晶工作室回應唔代傳祝福。呢個舉動是否暗示霍家對呢場婚姻嘅低調處理？呢場婚禮嘅爭議遠不止於低調同豪禮，更加令人關注嘅係霍家選色標準是否過於苛刻。從郭晶晶到江文蔚，霍家嘅新娘似乎皆為完美女性。郭晶晶係奧運冠軍，江文蔚則係法律博士同奧運冠軍嘅雙重身份。呢個標準是否暗示霍家對門當戶對嘅堅持？有內部人士透露，霍家近年來逐漸將重心轉向體育事業，而江文蔚嘅奧運冠軍身份，無疑為霍家增添咗體育光環。不過，呢個選擇是否亦意味着霍家對家族聯姻嘅妥協？更有網友質疑江文蔚嘅完美是否過於刻意？佢嘅成就同霍啟山嘅家族背景是否過於匹配？此外，霍家內部嘅暗衝亦引發外界猜測。霍啟剛同郭晶晶嘅婚姻曾經被視為霍家同體育界嘅聯姻，而霍啟山同江文蔚嘅結合，是否亦意味着霍家對體育事業嘅進一步布局？更有知情人士透露，霍啟山近年來喺家族事業中逐漸嶄露頭角。而呢場婚姻是否亦為其上位鋪路？
霍震霆喺婚禮上嘅感動致辭，成為外界關注嘅焦點。有內部人士透露，霍震霆近年來逐漸將家族事業交由下一代打理，而霍啟珊嘅婚姻無疑為其上位增添咗重要砝碼。不過，霍震霆嘅感動是否亦暗示其對呢場婚姻嘅認可？朱玲玲嘅贈禮則成為另一爭議點。一條價值2億嘅翡翠頸鏈，不只彰顯咗霍家嘅財力，更加引發外界對霍家是否厚此薄彼嘅討論。有網友指出，朱玲玲對兩位儀式嘅態度差異，是否暗示霍家內部嘅權力鬥爭？不過，朱玲玲嘅贈禮亦透露出其對呢場婚姻嘅祝福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朱玲玲近年來多次公開表示希望啟珊早日結婚，而江文蔚嘅出現無疑滿足咗其心願。不過，呢個祝福是否亦意味着朱玲玲對霍家未來嘅佈局？霍啟珊同江文蔚嘅婚禮無疑成為2025年香港最受關注嘅豪門秘事。從備婚移魂到新娘身份揭秘，從霍啟珊嘅情感歷程到婚禮現場還原，呢場婚姻嘅背後究竟係家族聯姻嘅精心佈局，定係霍啟珊個人嘅情感選擇？不過，無論真相如何，呢場婚禮已經引發全港熱議。從霍家嘅選色標準到家族內部嘅暗衝，從霍震霆嘅感動致辭到朱玲玲嘅豪禮，呢場婚姻嘅每一個細節都成為外界猜測嘅焦點。或許正如港媒所言，霍家嘅故事永遠係吃瓜群眾嘅心頭好，而呢場備婚無疑為霍家嘅故事增添咗新嘅篇章。未來霍啟珊同江文蔚嘅婚姻將點樣發展？霍家又將點樣應對外界嘅猜測同爭議？